好，我们在座的法师莲友们，早上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过去有一个案例，我曾经介绍过，今天我必须要再提出来，让大家就是好像温故知新的，对吧？温故知新。日本有一位，他是个讽刺性很重的明星兼导演他叫北野武叫北野武这个人，他是个导演，也是个演员。他一直不太喜欢他母亲不太喜欢，因为母亲总是不断的向他要钱要钱。只要他1个月没有寄钱回去的时候，母亲呢，他就一定打电话，而且破口大骂，真是所谓的我们一般人认为是死要钱这样妈妈真的死要钱。而且这北野武这个人呢，越是出名，那么他母亲呢，给他索取的钱就越多了，就越多。后来母亲去世了，往生了，他赶回家去奔丧。等他办完丧事以后，他的大哥就把一个小包袱这样交给他，就说这是妈妈在临终前要我一定交给你的。这个北野武这个导演呢，很纳闷，小心翼翼的，然后就打开这个小包袱，看到一本存折，上面就写着他的名字存款的金额呢，高达数千万日币，4000万的日币。另外有一封信，母亲就写到了：孩子，在几个儿女当中，我最担忧的就是你了，就是你。你从小就不太喜欢念书，为人很海派，非常慷慨，常常都乱花钱。当你到东京去打拼的时候，我实在是很担心，有一天你会变成一个很落魄的穷光蛋会变成这样。因此，我每1个月不断的要你寄钱回家，一方面是刺激你去赚更多的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替你存钱。你给我的钱，我1毛也没有花掉。你大哥把我照顾的都很好，你的钱就是你的钱，现在你就拿去好好的应用吧。看完戏以后，这个北野武这个导演哭倒在地2行热泪淌下来，不停的淌下来，他久都站不起来。再多的悔恨跟感伤，也无法来说明此时此刻他北野武的心情。他这样的误解，让母亲情何以堪？又有多少孩子能够真正了解父母的用心良苦有一个很爱计较的小男孩，总是不满现状，常常跟父母要东要西的讲。如果他得不到，便乱发脾气，实在是很不懂事。有一天晚上，当妈妈在厨房里面张罗这个晚餐的时候，小男孩呢手里拿了一张自己写的清单，一张字条，就递给妈妈。妈妈用围裙
擦干净的手，擦好，仔细一看，就上面写着了：我浇花10块钱，打扫我的房间20块，帮忙买酱油10块钱，照顾弟弟20块，我去倒垃圾要20块钱，我得到好孩子奖章哦，在学校里面老师给我表扬哦，是我得到奖章应该30块钱，总共呢你欠我110块。妈妈抬起头来，看到这一条纸条单子，看到那个充满期待的脸庞回想起他小时候那种很可爱的模样，往事历历如昨好像在昨天一样，很清晰。于是妈妈拿着笔把那一张字条翻到背面，就写下来：我怀胎你10个月，怀胎10个月，供给你一切的营养，带着你到处跑，免费，从你呱呱落地，哄你，疼你，怀抱着你，为你担忧，为你落泪。免费，你生病的漫漫长夜里面，妈妈陪着你，照顾你，彻夜未眠免费。你所有的玩具衣服、食物，还有你的协会，也是免费。为你擦鼻涕把屎把尿，一样免费。所有的爱加起来，统免费。当这个小男孩看完妈妈所写的清单，沉默了一会儿，大颗的泪水在他眼中打转。他抬起头来，看着妈妈说：“对不起，妈妈。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你是多么的爱我。”然而，他拿起笔，大大的一挥，说：“全付了。”这个小孩还算是有警觉性。小男孩能够及时的醒悟，点亮了未来幸福的这个烛光这个妈妈能善用时机来教育孩子的智慧，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所以，透过这个公案，我们要奉劝天下的父母，不要只是一味的为孩子付出，而应该要教导孩子心存感恩。尤其我们出家人，让他知道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知道失去父母的爱，所有的幸福将会不存在的。知道没有了众人的鼎力协助的话，我们生活的这种便利也会化为乌有，要感谢的实在太多了，我们哪有资格来糟蹋跟埋怨呢？孩子由于心存的感恩，所以他特别懂得珍惜，不是吗？你心中心存感恩，对任何人报恩都来不及了。懂得感恩的人，便什么都有了，不懂得感恩的人，这什么都没有了。富足的人他本身很富有的人，不再拥有多少，而在于他珍惜多少。因此，我们要知道，心存感恩是我们攀登幸福的第一步。
我们将这个公案来给世界各地的莲友分享。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栽培，要让他很清楚的懂得去感恩，而不要一味的只是希望讨到便宜，可以一直想把从别人身上取得，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念。社会为什么都没有人肯默默的付出？因为大家只是说，你们应该都要为我不应该为别人。这不懂得心存感恩的人，不为别人的幸福而去努力付出的人，这个人永远都没有善的因缘。我简单这么讲，希望大家都能明白，我们时时刻刻心存感恩，这个社会更加和谐，人人之间的这个情感会越来越美好。祝福我们全世界的莲友们，大家都有一个光明幸福的未来。谢谢大家，阿弥陀佛。